好，来乡亲继续来看2月初4停靠伫个高雄港的邮轮威士特丹号，讲有一个美国一个太太确定去挖到武汉肺炎，当时1000外旅客有落船到南部各大景点去佚佗，像高雄有去金蕉码头、佛光山、西雅湾。啊，那台南有去基美博物馆、安平古堡，甚至阁有游客包车到垦丁。这个期间，总共有215个密切的接触者，因为落船的旅客真多，这嘛互防疫的单位面临真大的挑战。 看过去是美丽的港湾，这个地方是高雄香蕉码头。出现武汉肺炎确诊病例的威士特丹号邮轮呢，游客下船之后呢，曾经到访过这个景点。定伫柬埔寨威斯特丹号邮轮，准定83岁美国女性确诊武汉肺炎，2月初4正经停靠高雄港，超过2000名游客落船，经过追踪，透过计程车、包车、公车的方式，去到台南、高雄、屏东各大景点。 高雄9号码头、金蕉码头、美术馆、连地潭、佛光山、台南安平古堡、赤坎楼、基美博物馆，连屏东垦丁拢部分的游客前往，期间至少215位的接触者。去了解他们的过去14天接触之后，可能的接触之后14天有没有相关的这些生理的状况，而有就医的相关的情形。 船艇游客总共1458个，2月初4几天，将近9000人，都安尼伫南部拍走。事后确诊的美国女性是不是落船，也唔知影。确诊个案在2月4号的这一段停留高雄港的期间，到底有没有到相关的景点去玩？其实目前的资料是还没有办法掌握到。消息一出来，马后各大景点拢真紧张。把手跟电梯的按键，都做加强频率的消毒。 武汉肺炎疫情升温，威斯特丹伫泉州公主号了后，连续爆出确诊的个案，海上防疫要更加小心谨慎。